这款新的毒品麻醉药啊，依托米酯，去年开始在咱国内正式行。海巡署查到7.4公斤的走私毒品，有2个嫌犯已经向移送法办。看到卖毒集团出现，海巡随冲起抓人，当场查扣第3级的毒品依托米酯。8月27专案小组接到线报，讲有卖毒集团41岁细家的查甫人，加一个40岁细姐，对中国走私毒品。先伫咧南抓到人，甲带去卖毒集团因伫咧邦桥的仓库，佮查到7.4公斤左右的依托米酯，佮有72只包电子烟的机器，将近150粒的分弹。查获2名国人持有第3级毒品依托米酯。共计7459.9公克，另外查获分装的电子烟机72具，混合烟油弹14970颗等，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。海巡表示，依托米酯是超低效的静脉麻药，非法业者甲加伫咧电子烟药内底，就是即马人讲的强势分弹。若去食到规身躯的带会掉，虽然无法度思考镜头。行政院今年8月已经公告甲列做第3级的毒品。南投县卫生局最近嘛有去药局、卫生所加强稽查，要查到乱用的情形。那我们查核的部分会针对我们的药局、医疗院所跟贩卖药商，那了解药品的使用情形跟流向的动线。我们大概查核了146家次，但是没有违规的情形啊。南投县政府表示，目前已经查146间厝，无发现到违规。海巡查到依托米酯数量大约当做85000粒的分弹。专案是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